1952年对新台建筑系毕业的王秀莲，过当取得工业技师资格，申请开业，成为台湾第一位开业的女性建筑师，在建筑界服务一甲子，设计建案将近2000件，在台湾各地拢会当看到伊设计的建筑作品。在王秀莲家属的支持之下，设定团队甲文化机关共同规划一场展览，地点选伫咧台南古迹原爱国妇人会馆。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王秀莲强调的好的住宅环境是除了建筑物本身，还要有院落。那所以花园跟那个建筑物是一体来，就是庭院跟建筑物是一体来做的。在展览当中，会当欣赏到建筑原图、模型、影像甲珍贵史料，彰显王秀莲对城市地景甲社会服务的贡献，也佮巧妙运用古迹空间，彰显秀山建筑事务所甲制度远景，互外汇方式以公共技术呈现其设计的铁花窗意象。就我们现在的铁窗花，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制式。可是事实上，从王秀莲建筑师的一个操作之下，铁窗花事实上它是建筑的一部分，它也是一个美感意象投射的一部分，所以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大家来认识、来观看。除了静态展览之外，期间更安排建筑主题册展、纪录片放映会、册展讲座甲导览、城市行塔等活动，让观众更踏进王秀莲的建筑视野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